由中国城旧址改建而成的和乐广场，是目前台南市区中最大的清水广场，于2020年3月7日启用至今，一直都是台南市民及观光人潮中的热门拍照打卡景点。以城市西湖为设计概念，拆除中国城，改造下凹式露天水景，并有中国城拆除回填区，也让人们知道这里曾是府城渔业兴盛的运河码头。特意保存下来的中国城遗构有寓教于乐之意，是一个具有历史痕迹的场域。拆除后留下的断垣残壁漆上白色油漆，更营造古罗马建筑的氛围。曾被富比士列为全世界7大令人期待的公园，也登上英国卫报，被评选为全球5大最佳建筑，获得2020国家卓越建设奖、2021全球卓越建设奖等，受到国内外的媒体肯定，是市府及建筑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，是台南人的荣幸，台湾的骄傲。这个是我们都发局借着市民的智慧公开征求这个命名。和乐广场，有人说河边快乐，但是大家都很快乐。但是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会觉得是和乐广场是打的俄乐，成为富比士杂志所推荐的7大值得期待的公园。这点都是台南之光，也是这个台湾之光。特别感谢所有的市民朋友的支持。和乐广场的命名寓意为西起环河街，东至康乐街，由2条街各取一字组合而成。和乐音同和乐，赋予阖家欢乐意象，希望来玩乐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留下快乐的回忆。竹溪流域是流经于现今台南市南区与东区的自有天然水源河川，具有悠久的历史及人文史迹。在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努力向中央争取经费，补助合计约8.14亿元，配合市府自筹2.72亿元，并协调8大局处及整合各方资源。经长时间规划，历经2期9年多的竹溪水岸改善及环境营造工程，重现竹溪水岸百年风华。在治水方面，增加透水性铺面，延缓洪峰时间及拓宽通洪断面。在净水方面，第1阶段法华桥至竹溪桥注入净化水补助河道，第2阶段竹溪桥至金汤桥在河道内设置快石叠水，增加容氧，设置水渠道，改善水质。在清水方面，设置两岸清水步道，长1.7公里，缓坡绿地0.43公顷，打开河廊，让民众可以更加靠近河岸。在竹溪的中游地区，有全台最古佛寺竹溪寺坐落于此，因与竹溪相连，优美溪畔加上常有白鹭鸶停留觅食，吸引许多人来散步健行。
竹溪寺旁的凤凰吊桥后方的山门极具特色，自民国71年竣工至今，109年进行整修，将桥面更新、更换绳索、新建苗座、桥塔清洁、栏杆重新粉刷，改善经费为181万元。竹溪流域自然生态丰富，林荫浓密，隐于竹溪寺旁有片浓密森林，人烟稀少。记载于17世纪的文献史料及古地图中，名为哈赫纳尔森林，意为海牙人的森林，是府城珍稀的自然资源。为保留森林原始林相，透过严谨规划，采低度开发原则，进行自然复育与手作步道营造，改以软性铺面进行园区内动线塑造，为森林内野生动物保留生物通道。这片森林水岸秘境，承载自荷治时期累积至今的历史基因，富含文化底蕴。现在的竹溪已是市民与游客假日休息放松的地方，在这繁忙的都市社会生活，能有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，暂时远离尘嚣，沉淀心灵，感受竹溪之美。台南黄金海岸因黄金色彩的夕阳美景闻名。台南市政府为提升观光旅游品质，向中央争取2亿元补助经费，在硬体工程与环境营造上进行改善升级，希望让在地居民及外来游客留下美好的回忆。黄金海岸海洋新乐园在113年2月5日启用，盼能成为南区滨海观光新亮点。这里可让游客进行亲子沙滩共游、放风筝、冲浪及自行车漫游。在小美军与洗漱沙滩2处的路口间，构筑一条长1.5公里的秘境步道，也在2处设置路口广场、冲洗设施、脚踏车停车柱及厕所。沿着台86交流道下来，便可看见黄金海岸船屋入口，设置迎宾植栽造景，历经整修活化工程，已蜕变为黄金海岸方舟，让开车路过的民众能增添台南滨海旅游印象。将黄金海岸及昆生沙洲整段海岸线连接起来，打造成滨海观光游憩轴带，以崭新的风貌吸引游客来访，促进整体住宿市场，带动地方经济繁荣，体验新环境与新设施，欣赏黄金海岸的景色。